And so it's going to be used by every company, every industry, every country. 喂，老細，你估下你啲客寫咗個5星好評，最值錢嘅用法係點樣用？唔係擺喺 Google 度自己欣賞，而係將呢句讚美變成你所有社交平台網站嘅生招牌。一個好評可以幫你講10次、100次。我同你分享幾個香港市場嘅數據，你就會明白。第一，超過93% 嘅消費者會上網上睇咗 review 先。第二，79% 嘅人會信一個陌生人嘅好評同送同朋友一個推薦一樣。你喺 Google 嘅星級，每提升1個星星，生意額可以高5至9%。啲客唔係唔信你啲廣告，但係佢哋會更加信其他人把口。如果你啲好評收埋咗，就好似將你最勁嘅 sales 雪藏。聰明嘅做法係 set 一個全自動嘅口碑印鈔機，一有讚即刻 show。客人喺 Google 留咗5星，系統自動將呢句說話即時 show 喺你網站最多人睇嗰個位置。新客一嚟就睇到 IG、Facebook 唔會空，系統會將你最好嘅好評變成一個靚仔圖片，即時 po 上 IG 同 Facebook， 保持你嘅活躍度。仲有免費可信嘅內容，提升 Google 嘅排名，持續有新好評。尤其係包合你服務嘅關鍵詞，例如中文呈分字補習、專業 SPA、Invisalign 等等，會直接喺幫你喺 Google 個 search 嗰度嘅效果排名得前啲，吸引更多嘅免費流量。全程自動，唔使你 copy and paste， 唔使諗字幕，更唔使請多個 part time 專係做呢樣嘢，直接計條數俾你睇。研究顯示，有 show review 嘅網站可以令顧客更有信心。別一個數據指出，喺 Google 擁有5星排名嘅商家，比起低星嘅商家可以獲得高達39% 嘅點擊。假設你網站每個月有1萬次曝光，點擊率提升39%，即係有多咗3900次嘅訪問。假設其中2% 變成你嘅客仔，即係每個月多咗79個新客。你投資嘅係一個自動化系統，但收回嚟係一個源源不絕嘅高質量網站流量同新客。呢啲客係因為信其他嘅用家而嚟，成交意欲高好多。我係 Mark， 我哋專幫企業將沉睡嘅口碑資產自動化、視覺化，變成你最強嘅 sales。想睇下呢套口碑印刷機點樣運作？好簡單，喺下面留言 yes， 我免費 send 個自動化流程sample俾你。你直接拎佢同你條 team 傾下。第二，如果你想深入啲傾，可以撳下邊條 link， 不過時間傾2句，我親自同你 share 最新嘅吸客案例，同點樣具體幫你條數點樣提升。